人就是互相歹的，就是因为有你这款人，伊才会在创秋啦。是安怎？咱会使做伙来想办法啦。是就是想要好好解决问题。多一个厝卡，毋是讲家己有事。你讲迄个厝卡是啥关系啊？珊珊，你带刑期去随州，亏损是奖金拢一人一半。是，校长，你即马就来做事咯。你若唔甘合作，那安尼我用我的方法。恁新户即阵仔真甜吼，夜间拢在讨论恁做的好代志。即摆为着要催租，手路袂输是乌道的。你达成目标的迄时，嘛甲人摕对咱的信任升等去。即马市场甲以前拢无同款，什么需要留落来，什么无需要留，你心内应该要有准则。